將時間交俾你的神。OK，大家好，我叫的神，係金齡人士啦，都係。咁首先多謝鄧校長、Titus 老師同埋鐘老師俾我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。我22年9月咧，一家人就移居咗喺加拿大多倫多。咁我個仔因為要學琴啊，咁我喺舊年24年9月咧就買咗個Yamaha 數碼鋼琴俾佢。咁有一日咧，因為而家人工智能好犀利啊，你買咗個琴咧，咁梗係要學琴噶啦。咁突然間 Facebook 咧，佢就彈咗個免費學琴嘅廣告。咁我膽粗粗就報咗名，咁就開始咗我學琴嘅生涯。咁喺舊年10月，好似大家咁咧，我就正式上咗第14屆 A 班2日嘅免費課程。當時就學咗3首英文歌，1首中文歌。咁人生咧第一次咧可以合手一齊彈到一首歌，咁唔使淨係單手咁彈咧，覺得好感恩、好開心啦。咁學琴咧就係我兒時嘅夢想，同時又可以跟我仔一齊學琴練琴。咁呢個就係我仔啦。呢個 hello Hello，hello，可以啊，OK，thank you，唔該晒。咁之後咧，我就報咗Zoom 班嘅基礎課程第一期。咁每期就有10堂，到而家咧，好似阿 Titus 講，我啱啱用咗1年嘅時間完成咗4期嘅基礎班課程，咁好滿足，好感恩。咁彈琴咧就成為我經常都會做嘅事啊。特別係有時，譬如話心情麻麻地或者好攰啊，想放鬆下啊，即係而家好多人都係要篤手機啊，咁我唔篤手機，我去學琴啦，咁又健康，又會又可以調劑自己。咁另外屋企人聽到你彈琴咧，佢哋都覺得愉快啲嘅，即係起碼有啲交流咯，有啲琴聲咁樣。咁喺 Zoom 班入邊咧，個課程咧，我就學到睇譜啦，樂理啦，就學彈和弦啦，用腳踏啊，學咗10首英文歌同埋3首流行金曲啦。咁每一期個課程好充實嘅，咁但係當中咧都有挑戰嘅。咁因為我比較慢熱啲或者個人啦，咁我彈快歌啊，彈跳音啊，同埋彈左手嘅柱式和弦啊，我都掌握唔到啊，因為第4、第5隻手指咧有連帶神經嘅，即係你唔可以屈住第4隻手指咁彈嗰個柱式和弦咁樣。咁另外咧有一次就係話我本來練得好熟噶啦，諗住復琴嗰陣時彈好啲點知復琴嗰陣時咧突然間個腦一片空白，乜都彈唔到出嚟啊！咁好在Elsie 老師咧從旁鼓勵先勉強完成啊，不至於信心全失咯。咁希望一陣間分享彈琴咧，就唔好咁發生啦。咁其實所有知識嘅獲取，好似彈琴咁咧，我自己覺得就係話3分學7分練習，你要通過反覆嘅練習啊，睇視頻片啊，再好似鄧校長咁要聽咯。咁你先掌握到當中嘅技巧。另外最緊要咧，自己就有興趣咯，享受學習嘅過程。對我呢個金齡人士嚟講咧，冇俾自己太大壓力。其實每一次進步一啲啲就又足夠噶啦。另外咧，最緊要咧揾啱自己嘅方法咯。如果方法唔啱，就算你點努力啊，其實都係徒然咯。咁我其中一個學琴嘅目標咧，就係我想學彈詩歌讚美主嘅，因為我係基督徒。我2007年信咗耶穌咧，當時聽到有首詩歌好好聽嘅，印象好深刻。個歌名就係親眼看見你。點知18年之後竟然俾我喺第2期遇翻呢首歌。咁呢首歌咧其實唔易彈嘅，一個小節要彈2個和弦，而要彈和弦嘅指法咧，同頭先學嘅魚缸曲個指法又唔一樣，所以喺當時第2期嘅期中考試我都冇揀到呢首歌，我揀咗另一首在水一方啦。但係好感恩啦，經過幾個月嘅努力，我終於克服咗
可以成首歌彈出嚟。咁我深深體會到咧，當中歌詞嘅經文就話：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咯。咁我喺呢度祝福大家喺學琴路上咧，揾到自己啱嘅軌道，人生不再一樣。咁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首歌。係，唔好意思，有啲緊張。犀利啊！咁仲叻過我哋彩排喎，好感好好恩。聽啊！各位同學，好多人俾讚你。呢首歌好好聽啊！呢首歌係我哋課程第2期嘅最後一首啊，係嘛？係啊，試過嚟。